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今天去给外婆拿体检报告单。之前很多朋友说80多岁的老人能不能坐飞机啊？然后我们就网上看了一下，好像90多岁都是可以坐飞机的，就是看每个人的身体情况。然后外婆去医院里做了一次全身的体检，就是看看能不能坐飞机。那本来这个报告单呢是直接寄到外婆家里的，结果寄错地方了，我们填错地址了，寄到了外婆去年卖掉的那个老房子，就美之苑。现在我和镜子要去美之苑取那个报告单，这么厚一本呢，先看看。太复杂了，看都看不懂。那反正上面都是什么未见异常，这个肯定就是没什么大问题。去拿给外婆。走在这个美之苑里面，真的是物是人非啊。镜子，曾经04年这边刚刚造好的时候，外公就暑假里带我来这边洗澡。当时我外婆家整个就装修了一个浴缸，就一个暑假，外公都带我来这里洗盆浴。然后05年，外公外婆搬到这个小区，外婆一直住到了去年，住了快20年，真的是物是人非，触景生情。就这条小路啊，我和镜子读平潭学校的时候，每周来这里，来来回回走了几年。就是那边一家，那边一家，那是外婆的，现在全部敲掉了，改成新的装修了，无法用言语表达。就是我从小到大可能最快乐的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。以前我弟弟每年暑假都会回来1、2个月，我就是跟他住在美之苑的，整个暑假基本上寒假也是待在这里。镜子还记得这里吧？那本来这1楼的车库，哇，现在连小区的大门都翻新了。以前外公的电瓶车就停在这儿，这户新的人家应该还没装修好，还在装修，应该是已经1年半了。不过装修这么一个200多平方的房子，要全部敲掉重新弄，那1年多才差不多刚刚搞好。舅舅22年底的时候果断把这里卖掉是非常正确的，当时一开始还想着出租呢。现在卖掉这2年，房价跌了多少啊？